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了解真正的中国。今天我们聊一聊这个外资撤离的事情。近日网上流传宁波三星重工撤资，宁波三星重工要解散，造成2000多人失业，职工对安置方案不满，罢工抗议维权。国内网络上只有零星的文字报道，视频都被删除掉了，我什么都搜不到啊。大家先看一看那个现场发的这一些视频。不行，把火烤炉拉出来，这烧烤。现场。好，不用烧了。好，还能全开花土那里。来了呀，谁来的？视频中抗议发生地是宁波北仑小港的宁波三星重工。视频中的民众均为宁波三星重工的基层工人。发生大量工人抗议的原因是宁波三星重工决定撤资离开中国，因此属于宁波三星重工的当地员工均要失业。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宁波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是家由韩国三星重工业造船所独资设立的外资企业，总投资额2.5亿美元。公司位于宁波小港轻质工业园区，毗邻北仑深水两港，总占地面积达79万，现有员工2500余名。根据网上传来的消息，韩国的三星公司准备结束中国大陆宁波工厂的业务，其中呢，厂区所在地宁波市北仑区政府已经公告文件，和三星集团已经达成了协议。三星重工宁波工厂的1000多亩土地，目前已经完成回收协议的签订。中国地方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腾笼换鸟计划。消息一出，加上三星方面一直没有向员工做任何说明，宁波厂的员工在7月底向北仑区政府投诉这个事情，而三星方面的回复是，公司正在拟定具体的工作方案，报请公司总部批准后会实时公布。但直到9月8号前夕，三星方面始终没有给出准确的说明，所以到了9月9号上午，数千名三星重工宁波厂员工聚集在厂区内，拉起了横幅，抗议三星重工准备结束宁波厂的业务，却一直没有提出补偿方案，同时要求资方来解决这个事情，以免影响大批员工的生计。有的员工就说了，三星这种一边向员工隐瞒真相，一边拆除厂房的行为彻底激怒了员工，无数三星员工开始罢工抗议，要求三星重工给予说明和解释。要知道啊，很多员工都是处于40岁左右的年龄，正是一家顶梁柱。三星重工说走就走，起码也要告诉员工什么时候走，给这些陪伴了三星重工10几年的员工去寻找其他工作的机会。但是非常遗憾，三星没有这么做，因此员工呢也打出了上有老下有小，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养家糊口等口号进行抗议。那这个抗议持续了很多天，进行了很多次，最终三星重工的1名总经理和5名副总经理，这些人全部是韩国国籍，到达现场进行了处理，但是只是表示已经和工会和职工代表在沟通，让韩国的高管也接受一下贫下中农再教育，看看咱们的员工是如何教育宁波三星重工的韩国籍高管的。那你们想怎么说我们都行，但是你们呢？今天就这样，明天还这样，对不对？500强就不讲理。不是，你们三星的企业就让你们这样表现的吗？那关于我们中国警察的，你们把三星公司脸都丢尽了，关于中国政府的，丢人！今天要政府不管了，明天要政府不管了。我们的警察同志出面了，你们也不说话。我们中国警察就在这里维护你们几个人吗？你们三星也是民族企业，你们的民族企业就这样的吗？你们民族企业的文化就这样吗？啊！凡是环境是第一的第一原则。首先对工会各位代表和职工代表表示深深的道歉。因为种种的这种原因，也是跟上午和下午也是一直跟大家一起交流。虽然过程比较坎坷，也是需要大家的理解和帮助下，我们也是一直跟总部一直在积极联络，
然后虽然没有文件上的许可，可是按照口头上的已经从本在那里得到了一个答复。各位下午好，首先，我发布一下我们告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全体员工书。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全体员工，首先感谢大家20多年的陪伴和支持，各方面原因，很抱歉到今天才发出这份告员工书。正如大家所知道的，2020年初新冠疫情以来，公司业务受到重大影响，订单锐减。虽然公司各级领导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法和措施，全力缓解此困局，无奈到目前为止，公司整体状况并不太大改观，甚至越来越差。鉴于此，集团总部决定，并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公司章程进行决议。本公司将提前解散，并依法与全体员工终止劳动合同。对解散公司所涉的员工终止劳动合同及安置补偿事宜，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合法补偿为前提，以人文关怀为引导，推荐再就业安置相结合，妥善处理相关事宜。请全体员工从2021年9月13日开始与公司签订终止劳动合同协议书。公司承诺向全体员工足额发放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对即使签约的员工给予额外的奖励。同时，公司还安排了推荐到关联公司就业、举办招聘会等形式的再就业活动。再次感谢全体员工的风雨陪伴，花开花落终有时，愿全体员工与公司善始善终。再次感谢大家。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2021年9月10日。那么接下来我发布一下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提前解散员工终止劳动合同补偿安置方案。一、解散及补偿法律依据：三星公司受疫情等影响，导致公司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公司董事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依法提前解散三星重工业宁波有限公司，并对本公司员工合法合规进行补偿。法律依据：一、劳动合同法第4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第5项，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者用人单位决定提前解散的。二、劳动合同法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第6项，依照本法第44条第4项、第5项规定终止劳动合同的。三、劳动合同法第47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1年支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按1年的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的工资的经济补偿。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不知道这事怎么跟汉奸还扯上了。按照宁波三星重工的劳动补偿方案，高管更吃亏。不管你以前年薪多高，补偿只能按宁波当地平均工资的3倍来补偿。所以骂他们也是骂错人了。骂完汉奸，员工们向祖国母亲求救，升国旗，以壮声势。
经过几天的维权，韩国的三星总部已经决定向宁波工厂拨款7.2亿人民币作为善后，而且这个款项已经到账。几千名的员工这么平均下来，每个人能够得到1年左右的公司赔偿。但是呢，仍然有很多员工表示强烈的不满，自己已经40、50岁了，而且全身都是病，让大家以后该怎么生活呢？大部分员工主张3N 的解决方案，即如果员工工作年限为 N 年，那么宁波三星要补偿员工 3N 乘以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平均工资，而宁波三星给出的补偿方案是按照劳动法给出的 N+1 的补偿方案，这个与职工的要求相差甚远，所以这个事儿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目前呢，三星重工的宁波厂仍然有7、8个船体在建造中，但是员工已经无心工作，同时很多协力的厂商已经撤离，部分已经结束生产的厂房已经开始拆除，设备逐步转移到山东的荣成产出。三星重工的宁波工厂是三星在中国第一个造船及拆船厂，而早在1年前就有很多家韩国媒体报道，为了配合韩国政府的要求，包括三星重工在内的几大造船厂商就陆续把在中国的造船业务逐步的转移回韩国本地和其他地区，而如今宁波三星重工的拆离或许就是第一步。看完这个视频，我百感交集，我随便说几句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补偿 N+1 没有错，国家法律就这么规定的。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的确很多人把宁波三星当家了，工作10几年，可能从毕业开始就来了，一直到40、50岁，你就给个 N+1，似乎不近人情。我以前做过一个外企、国企、民企裁员的视频啊，大家可以看一看。一般的外企裁员都是 N+3，这在国内似乎是个惯例，再加上可能还给你放半个月的假什么的啊，反正就不是死扣劳动法，什么 N+1的，甚至还要给 N+6的啊，这个说明三星太抠了，知道吧？但是员工们诉求的3N 的补偿，我不知道依据是什么，依据是啥？是闹？我认为宁波三星应该往前再走一步，你职工们再让一步。另外，由于土地被政府收回，土地升值不少，政府有这个责任安置好职工。因为无论是宁波三星重工这么多年给宁波纳的税，还是这些职工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社保、失业保险等等，你政府不能只收钱，只拿好处，包袱就甩掉，那是不行的。政府不能撒手不管，所以认为政府需要再给职工们一些补贴，或者是某种程度的帮扶，而不能任由职工们跟韩国三星这么去闹。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请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